你有冇諗過啊？等車嘅時候最平凡嗰1分鐘，突然間收到最特別嘅故仔。收到呢啲相係咩嚟㗎？等我跳入去解釋下啦。突然嘅通知，你就要即刻開始影相。之後你會隨機見到陌生人1分鐘嘅生活。作為移居者，竟然交換到香港嘅陌生人相片，仲要有中學生，啲課室同功課真係令到我充滿返回憶。仲有嚟自台灣努力嘅畫面，喺異地瞬間覺得同世界冇咁遠。當下收到嗰種熟悉親切感，真係令到我好興奮。最有趣，你知唔知我收到咩相啊？竟然有個外國人喺廁所自拍，真係估唔到。仲可以見到貓貓狗狗好有療癒感。其實大家都過緊好真實嘅生活。呢個 app 令我每日都好期待。冇濾鏡，冇裝飾得好真實，好可愛。繼續分享我收到嘅相，覺得好似經歷緊人哋嘅人生㗎。快啲試下啦！話你知原來1分鐘都可以變得咁特別。希望之後可以再解鎖其他地區，再同大家分享。自從玩咗第1日就上癮咗，我哋一齊玩，填滿晒所有嘅畫面啦！快啲分享俾朋友。如果你都覺得生活好無聊，快啲嚟一齊試下，搵返生活中嘅驚喜啦！